1994年12月，和田市拉兹奎镇乞丐布农村村民买提托呼提买提名开车前往内地经商，返回时在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发生车祸。曾经在策勒县工作了22年后，被调回武功县工作的张宝玉将其带到自己家里，细心照顾，并协助解决交通事故。21年后，两位老人终于在和田再次相聚。近日，年近80的老人张宝玉在儿子的陪同下来到和田，寻找21年前自己曾经照顾过并像家人一样一起生活了35天的麦提托合提。经过多方打听，终于见到了一直牵挂着的老朋友麦提托合提。哎呀，咦呀，蛮是那快点嘛，蛮这好笑的蛮的。哎呀，那也是的嘛。啊，牙期，买哪的牙期？哎呀，是牙期嘛？我母亲牙卡大卡阿子儿。出了爸妈。哎呀，牙期。哦，这好笑的。马去吗？蛮的儿子。哪去罢了？还是说个玉冲我们说。哦，冲罢了。冲罢了。哦。是那蛮乌托木的。蛮木个，telephone number 也是我们买见。哦 ，telephone number 要靠。出什么的蛮的。哦。去的什么的。张宝玉老人告诉记者，能够再见麦提托合提一面，是他有生之年的唯一愿望。我把老朋友一看，我以后就是死了嘛，我也念笔下了。随后，两位老人给记者讲起了21年前在武功县发生的事儿。1994年12月，我从杭州回家的时候，走错路到了武功县，然后不小心开车撞了人，当地交警就把我和车子带到了交警大队，但由于语言不通，也没法交流。我当时一听到一个少数民族同志在这个内地吃的事的，我一下这个心想，我把这个人找着，我要把这个人要保护起来。张宝玉找到麦提托合提后，通过跟武功县交警大队协商，决定把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麦提托合提带到自己家吃住，并在案件调查期间给麦提托合提和交警大队当起了翻译。麦提托合提到张宝玉家以后，就开始为吃饭的事犯愁。好在张宝玉曾经在策勒县工作过22年，了解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把他带到家以后，知道民族同志生活习惯两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吃用餐具上，我们都给他单另准备一套，一个碗、筷子、勺子，他们吃的个菜都是清油炒的。麦提托合提面对一个陌生人这般的无私帮助，他深深地被感动了。在他家给我做清正的饭吃，像亲人那样照顾我，我特别开心。35天后，麦提托合提车祸一案终于解决了。他急切地想回到和田和家人团聚，但汽车和身上所有的钱全部赔偿给了车祸受害方。身无分文的他怎么回到和田，又是困扰在麦提托合提心头的一件大事。我回新疆的时候，口袋里1分钱也没有。张宝玉给我买了火车票，还给了我300元钱让我在路上用，同时还给我准备了在火车上吃的、喝的等食物。当时我特别感动。就因为这样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让两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成了老朋友，并在过去的21年间一直牵挂着彼此。随后，张宝玉和儿子来到麦提托合提家，参观了他家新盖的房子，并对麦提托合提一家幸福生活感叹不已。麦提托合提的妻子土尼莎伊明尼亚兹接到丈夫电话说恩人要来后，她就跟孩子们早早地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准备好好答谢张宝玉21年前对丈夫的恩情。我们全家人都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张宝玉，尤其是我们家老头子，特别感谢张大哥，他是我们全家人的救命恩人。吃完饭后，张宝玉和麦提托合提一家合影告别，两位老人相拥着，流下了不舍的泪水。
我到他家里看了以后啊，我一个最大的感觉，我料想不到的就是买卖提名的生活的这个变化，房子居住条件的改变，我这放心了。这也多亏我们当地领导、政府的关怀啊，也是我们各民族大团结的结果。我也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把这个民族团结一定要坚持下去。本台记者江亚文。